渐渐过去，春风又柳开啼。泥头暖暖，河水清清，容染未满天碧。山芒大变，四天刚润，地飞银线脱离。祈求天公慈心保佑，风俗平安顺心。đúng rồi. 阿爸，来啊，今晚喝茶。阿爸，阿伯来啊！啊，对吧？打到你个汗了。对呀，走了。同情，你农会的事用了？讲好的，早点上班呢。梗还是放心嘞，我多谢董妹，好得佢天數，阿門係揾得是冇辦法平平安安做來啊。冇啦，佢上半天呢，冇聽到冇哎。唉，講喎欠人人錢。冇啦，條下冇人講，唔照顧人哋下度，冇欠人哋啦。來講咯，你係佢嘅主角，是唔是嘞？做唔得啦，你阿太太你嚟要快過，做唔得，佢已經都搬呢。唉，冇客氣，嚟幾天就做安尼啦。安子噻。你要老重新準備金子嘅啊？唔係啦，佢係準備搬東梅。我見到都重新去討朋友。冇啦，從前哦，你阿冇錢，冇要冇，托馬朋友。重慶是清南的個後生誒，以後一定會多多好朋友啦。今日先來陣咧。好。拿上啊。行了。哎呀，你哪会像安尼讲啊？你明明就是要互文华姐啊！你真是无爱文华姐哦！阿爸，你哪会使安尼啦？你是阿遐幸福的？我弟，伊老白老師
没发生么个事情，但是对于一个小妹来讲，名声非常重要。从前既然出安尼结婚的，伊是无想起来。这了做啊，比赛么？做埋條釘啊！你嚟揾佢啊！校长，哎，白老师啊，校长，我决定接受你所指派的职务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我就赶快把人事命令公布在公布栏喽。啊，校长，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想要麻烦校不要长。客气，有话就直说吧。校长，我想请你当我的主婚人。白老师，你要结婚啦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当主婚人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谢谢校长。难怪啊，你会回心转意。唉，留下来真好。到时候啊，我一定要痛痛快快的喝这2杯。嗯，当然了，一定奉陪。谢谢校长。大夫诶，用姓你诶，迄来拜托你顶年分带转来诶。这勇士啊，就想讲爱分你做新用啥，无想到一中就按当年诶。原来是说，你阿妈落水里伫咧过饭啊，唔系较强呢。哪有喏？还没看到。迄讲，伊真定爱做红山，叫伊弄个啥？我你去阿兄，还当问去咧。用做的安样讲咯，家己出田几行，家后出门山石，比莫。头家娘，我来便说一个。你是安怎？巴肚无爽快哦？无啦。问大哥，用的喏。
麻烦王东亚哥。迄文法子很唔办的无？迄个唔相机，有顶遐东西啦。古叔，文法子老白老师的事情，太正经的哦。无乱讲，法子老白老师要改主无？即种代志正经甲本白老师，免牙哥白来。那迄文法子，错在只甲番文牙讲就好。好嘛该，我代志去上面跟牙哥认识我了。佮两啥？无听错，汉总在汉腔下啊。迄讲正经有机会，所以唔要自家喊自家的啊。佮两啥？伊好袂用诶。我们法子去甲烦了。王法子要结婚啊！你即马紧去挽回啊，阁会赴。阿兄，你是有听到我伫讲啥无？你甲文华子自细汉就遐尼相好，你袂使互伊嫁互别人啊！我今日上班，我无想要管，已经等去上班啦。你讲啥？你若唔去挽回，你一定会后悔啊！我叫你等去上班啦。阿兄，邱北京要结婚了，你是哪怎么改啊？我记起来，唔免唔记起来。做乜嘅又記起？唔相信愛。咱唔相信的，迄爱自家。咱唔知爱做的老头摆汹涌无，有所爱做唔得安，爱惊，爱会伤害你。佢講上我唔出㗎。用款到的錢，甲要漲嘅月結，都好買得到。你真係保佑我平平安安轉來。我同學很彩，係冇接聽。用啥？唔好係講，唔好安尼啦。愛都唔對，你做乜該轉來？有啦。唔講啦。你強下行到也超好，
村的路还是较好。村的路，还是较好。最重要的是心那边。若要请两组，唔会分你阿爸少。青啊，阿母吼，还有阿母命啦。张武豪，你回来上课吧。先生，一场动中医，为什么这么热啊？爸爸，还行啊。重启，让重启。新年满江，新郎听说会动下。进货家应哦，那个梦，那大鼻死。我还会吞出的。问你还新郎，较翻译条诶，我会幸福哦。还是，听众会幸福。姐，唔该你，蛮潘的啦。我被告，以前一台会做门判的，也他就判的。那么，你还没一台被告？以前阿爸会养你，迄年你团来叫我想，过了几行养，本水无见，唔是想啊，唔对吗？老落呀。有冇考慮過咯？好冇？
火光辉走堂头，良乡合分数年草。今日良时今日，公务员妹甲文柏先生两相结亲，圆圆满满，富富贵贵，松山贵子创元龙。来拜拜，呀喂！拜。是啦，好好照顾自家的家庭。有啥见到脏脏脏，新娘入门等一下。爸，来给我请点数，跟潘总准备了尿位。哦，感谢。哎，王爷，哎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来了，知道。有一个同学啊。OK， 加米啊。三毛钱。加米啊，不得啊，不得。哦，知道了，来听看吗？听看吗？这样，好，等一下，谢谢哦。哎呦，哎，文发姐，有嘢比分吗？有啊。哦娘诶，你有冇带出来？所以摕咧，是你好教的卡古技术。有冇带出来本来看？懂电你下呢？300啦，你多少4条5个。去干来哦？呀哈，马该出去教，太家你诶去懂拜个。下间唔拉拜。唔怕啦，下礼拜再讲，唔先再再先。那是谁？有限，我拿福卡了，我一等用拿的哦。
thứ kia mà từ kia tên là cái cái đó mà cái này này đi phơi tên từ kia thôi đấy这大些神啊哈，这个很凶哦。老师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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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再见。阿姊哥哥，等下ngày mà họ。阿敏，阿长。我听丁老师说，阿敏这次月考考第一哦。我回去会跟阿姨讲，阿姨说有奖品要给你哦。阿春，这次要加油哦，下次再考不好，姨丈会打你屁股哦。好了，打扫完赶快回家。阿头再见，再见阿头再见。好，那校长，我马上去。好，去吧。哎，同学，不要跑了，慢慢走啊。白主任，白主任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刚刚政工所打电话来说啊，下礼拜又有30几个学生要分发到本校来。又来这么多人了，我们教室跟课桌椅都不够，怎么上课啊？没办法，现在每天啊都有几万个人坐船撤退到台湾。我们这里还算好的呢，听说北部跟西部都已经塞满了。我还听说不久，整个政府都要撤退过来。眼前最重要是要先解决教室还有课桌椅的问题。我看我先写份公文到教育局。赶快写吧。好。处长让我交给你的传票，他说上他帮你，这次你帮他，上海见。高班长嘢吼，现在书神呢，了无的啊，莫不如我放落去啊。今年无个哦，放来撇撇度呢。唉，俩个吼，老个品种有亲太嘅关系，研究嘅品种，出某个新嘅品种安赞啊。今年鱼又多，然后无穿很重，佢就放落去了咩？希望高天年哦。都到本新的品种。市区乱糟糟，唔是梦想。坐车。好。回来了吗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校长今天要我写公函去教育局，争取经费盖教室。那你先洗手，我帮你热菜。好。哎，小宝呢？在房间睡了。
一直在等你，等不到你就睡着了。小宝睡得真香，真希望他快点长大。好了，洗手吃饭。阿用阿姨哦，就找过的啦。金秘书问就金秘吧。是不是可是属神的？好像欠米。系啊，那个农费啊，配给金秘书，全都要抢米吧。我通讲，要送去同山改变。迄无，下面先数叫起来。现在人乞丐天龙吃靠哪？迄么伊困难嘞，你天龙，看钱可能要马个做暗存嘞，因为无钱，无法度啦，难啦。我拜托我爸去面参讲靠哪么？我就吃可能好嘞。志聪，点门唔关，你先落去啊。好。小条。下家去用点好穿。哦。上来，快送。做唔得啦，迄可有看到娘家啥？无用啊，上来。真劲个无用啊，夹夹。抽嘛。对，挺好诶啦。去暗宴会 Q 么？唔会啦，唔像叫死会痛无？唔会啦，去查动物。等下搁起来遐创啊！你去啦。你起来遐创啊！
你去啦？我是阮啊。我是问你啥个？你这查某囡仔安尼啊，讲拢讲袂听。你真若无甲伊斗，你袂使晓。我是问你啥个？你这查某囡仔安尼啊，讲拢讲袂听。你真若无甲伊斗，你袂使晓。我看，爱紧甲伊嫁去。阿爸，你是伫讲啥？啊哈，毋知爱紧娶？文华青拢已经生后生啊，啊遐讲有娶，啊是你等啥？你甲我点去！我有娶无娶是我的代志，毋免你烦恼啦。呀，吃饭讲出无安排，想嘛该喏。呀，充满了。先食饱再讲。最讲了。今本日啊，俩阿嫲又来过。大拍咧安太一条贵族的金子，老太子种面会去啥人啊？乜甲叫杀人也杀人，系阿嫲姨啦。本来就迄啊。计迄金命奖有福气，迄好命人啊。文达，计系老二做媒人的啦。哎，又无讲托本用咧。阿爸伊也想安那唔顺的啊。计阿明阿春系你我报啊。伊多说的呀。讲么？俺只有太子甲讲了。伊啊，生来好又读过书，迄台北第三高五毕业的，还好会三米哦，好感人的呢。三米哦，前条生米，左条木米，加条高米，错无？文达，不打不行，无钱无金，色彩哟。呀，太子。唔是想爱情对象的事情啦，俺还有事情，然后阿志从。文达，呀，我看文达老东门有缘分，系主张的啦。就算爱老娘爸恨啊，娘阿郎爸妹唔恨啊，唔是想的啦。啊。呀吼，同山人印度，要甲吼规条吓死。咱地方哦，咱是甲传出来炖货，莫甲油啦、米啦，用个东西哦，全就买毛。政府迄个广告喊大家冇能起价，不过也乱吵吵啊，根本控制唔到。时代行买卖越来越好小。阿爸，你冇想办法做唔得啦？嘿啦。阿爸，因遐米家吼，当日变到安阳人，但是甲全出咧抢米呢，因吼迄讲无杀杀啦，也唔过年啦。是不可是属神呢？现在嗰班只人面没有国无诶，阿爸唔咩地，也动人啲嘅sensu给我诶。但你咪通讲，现今年轻少，太讲时间。一卖，加14去啊！唔强啊，佮因做的先算挺金啊，佮莫讲年轻啊。阿爸，佮因俩这米数有需要钱来款啊。应该老问得参上好诶，可能做的先去银行借钱无？
下公文要各处农会加紧收购大米，每担台币3000元。你们要达成任务。报告，每担3000元，也可以试价呢。这我不知道，还要你讲啊？对了，南长青，尤其是你们李东里的优质大米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全部收购下来。可是这价钱很难完成任务。这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请帮我接台北阳明山警备队。我找王处长。你是什么人？找处长干什么？我是他老部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找他有什么事啊？没事，问候而已。他走了。你怎么起来了？刚做了一个噩梦，所以睡不着，出来吹吹风。我做一个噩梦，梦到你不见了。我怎么可能会不见？怎么舍得丢下你？你是我一生的挚爱，我怎么样都不会离开你。机长，我呢？你哦，因为可能这么呢，加对啦，来，好。你看100个人哦，稳哈，很功夫了，好，你看，怎么样属于呢？好嘞，俺用做的了哈，跟吧，什么呀，什么哈，什么。啊啊！哎，稳当，紧睇，俺就冇可能咁樣要下嚟了啦。哎，有事情了，拜托啊，阿青啊，阿哥妹，要啉酒无？免啦，我食饱。哦。阿兄，我已经咧下水啊，你要洗脚无？好，稍等下。明仔载将来种稻仔的，敢全无拢会来。我若合约无甲因讲好，我头路免食。袂赴啊啦，头家因囝婿吼，条件拢赴啊，规车头车吼，拢毛收了了呀。恁农会迄个介绍是要安怎甲人拼啦？莫讲别人，连我吼都无想要卖互恁农会啊。啊，恁咧介绍，敢免阁压较悬的？是要安怎压较悬的啦？啊，介绍是政府定的，敢袂使讲改就改哦。即嘛是要安怎啦？要拼大家来拼。很可能啊，跟下就在6年看到先咯，这是按烫法，係冇？哎，咱讲个嘴嘛就好到袂死啊！哎呀，阿姨嫂，刚过来说个婆呢，都是滚的啊！啊，机长看得懂我啊，做这个事情很真心啊。
那就用安尼哦。恁也和我阿表讲，平常赚钱。他会这个创钱。哎，小皮马介，你食米我伫话烧，这个根本无法度讲嘛。你讲啥？阮即摆哦是借阮阿爸的信用去银行借钱，你的信用伫倒？我的信用拢进店啦，我信用贷。你就是啊，毋对？你这间店热天袂冰，寒天袂红豆汤，是安怎几色啊？我讲哦，若毋是有三骨啦哦，你这间店早就开咗伊骂死啦！我该讲啊。萨库拉姐要创啥？无啦，我咧绣花啦。阮萨库老讲吼，下家洗碗收得真水啦，伊嘛要学绣花啦。你这鸟气，真正甲萨库拉培养甲遮贤惠哦？无啦，哪有啦？你想回到了，准备打报数。谁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干嘛？金条在哪里？我只负责押送，其他我们怎么知道？带走！阿老爸，我都向老铁说咗落去。为了个土地收到咗来，这唔係一件简单嘅事情。系啊，就讲你这个边开边关，因为会处理啦。调解无权利，老主要树转去，改条梯，迄去老公家出来。我笑你，你叫佢练哦。甲咱三时间救啦，你会从你过来啊？就跟我改老几天数啊。唔係老幾天數，係老愛天數。你唔敢，係包天數啊？我相信俺冇觀察，但從前也上癮。用出太的爬山的，食材嘛无搭台，菜有配又强下来，喜好把胶水，你下个嘛来强下掉闹眼，树后那里忙着跳心凉林落肚，你同样扮辣，对爱强又无法度，天公观众梦。唱歌声的在跳舞，风烟冲浪爱照亮怎不开路。你唱下讲草田碰人泡茶，是包呀阿妹和你做下，莫喊凄惨。夜讲讲声的呀，无多欢喜乐痛，笑哈哈。你唱下讲草田碰人泡茶，是包呀。凄惨，夜讲讲声的呀，无多欢喜乐痛，笑哈哈。